刚刚去夜店出来抽根烟，休息一下，缓和一下气氛，然后讨论一下，我刚刚碰到哪个美女，看到我刚。然后女生就开始讨论，刚刚碰到哪一个男生，我靠，他很色。原来抽根烟都是具有这种功能，在检讨，还有分析。带来这首歌《风发力》。
是拉切西，拉切西是拉切西，拉切西是拉切西，拉切西是拉切西，拉萨的是拉萨的，